小时候就看着老人家在做手工艺饼啦，做小刀子、小柿饼这样子，自己长大了就自己就可以慢慢去体验自己做了啊。一方面我又是做木工这一行的，一方面对这些工具又比较熟悉啊。现在做出来的东西又比较好一点，像传统以前的那个都没什么工具啊，现在就比较方便多了。这个做小东西，我只是利用我空档的时间，有时候利用休息天啊，然后利用晚上时间就慢慢弄这样子，不急嘛。一方面要靠自己的兴趣啦，你没兴趣的，整天坐着也没有什么成果啦。模仿一下这个老人家的手艺，这个要慢慢去弄，因为这个还没有处理过，还没有打光，所以才会看起来粗糙的。是老人家的智慧，你看，真的厉害。那个是用象的，这个是铝的，跟那个夜光螺。先挖个洞，然后镶进去，这个就是夜光螺，就是要切小块的，要慢慢切啊，切小块，然后再磨圆圆，然后镶进去啊。这个要慢慢弄啦，坏心情也不能做啊。要用好心情去弄，对不对？这是制作椅枪，就绑它的枪管啊。小时候常常看到老人家这样子绑啊，自己就慢慢学了啊，弄整齐一点。下一步是组合浆漆，对呀，这样。有没有？啊，键是在这里，这样，这个套上去，扣住了。哦，短的小只的，它里面是有装弹簧嘛。啊，我们这个是用橡皮啊，它有后坐力，所以手要弄到这个袋子，我要射出去咯。哦，哎。就怕说以后小孩子都不知道要怎么去弄了。我是很乐意去帮忙，就是没人来这里愿意去学啊。可是我还是会慢慢教他们呐，这个也要有耐心呐。他自己也会长大嘛，要娶老婆了，自己也会去弄了，发出自己的内心，自己就会去想动手了啦。